4月2日大罢免剩2天，国民党立委王凤薇甲立法院长韩国瑜、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是拍拼催票。要全国罢免团体代表这边呢是开记者会，强调讲罢免行动毋是政治操作，是人民依法监督的正当行为。 来，院长，我们跟大家挥挥手。立大罢免只剩2日，国民党立委王凤薇合体立法院长韩国瑜、民进党主席黄国昌、无党籍立委郭金素梅大力催无同意罢免票。高金啊，还有那个黄国昌主席跟韩院长，那他们今天一起，大家都是排出时间一起来陪我，所以信心大增。 免投票都特别到前总统蔡文23暗时表态，会去投票，表达伊对国民团体感谢。不过发文无讲到大罢免大成功，引起讨论。王委员是打不扁的、压不扁的蔷薇。国民党喊大罢免大失败，失败为成功之母，所以民进党成功要听妈妈的话。 全国罢团联合代表也共同开记者会，强调罢免行动毋是政党附随势力操作，习近平依法监督，制度自我守护正当行为。今天立法院现在变成打架院，傅昆萁变成唯我独尊的太上皇，中共则是后面的演武者。35+1个罢团的努力，其实我们在见证的是11年来我们一直盼望的新政治。 11年来，我们一起盼望了超越蓝绿的政治力量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早起失去设置，为党籍立委廖先祥徛路口催无同意罢免票。好，大家加油，一起加油，出门投票，大罢免，大成功。罢免是闹热滚滚，早起真侪民进党立委甲地方年代国民团体共同徛伫街路，力催同意罢免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